有外送员讲，在送餐的时阵，人客烫巴体出来摕物件，互因是感觉真困扰。其实根据这调查呢，是有3社外的外送员拄着性骚扰，嘛有2社的人是拄着人客是刁工唔穿衫出来替的这个状况。工会是来呼吁，着爱互人客来徛名，也爱设黑名单。也那这律师呢是表示讲，烫巴体摕外送的餐点是会当摕民事赔偿的。那阵这身体有去接触到上当，是有可能会判关2档。外送员来到订餐人客厝门口，就是正常的提餐找钱流程。说互外送员真碍叫，因为人客汤刚刚无穿衫就出来，互外送员惊一个送完餐了后，就赶紧行出民家厝。代志发生地点位伫新北市三中部署后，互外送员的身心真不爽快。其实一直层出不穷，不管是在台北、新北，甚至到新竹、到高雄、台南，其实都有类似的状况出现。但我们会认为说，是不是政府单位以及平台业者一定要等到出到非常严重的重大事故后，才愿意积极有效的去想办法改善跟处理？律师个案那一件早伫2022年，也有外送员伫新竹拄到汤刚刚提餐的惯犯，台南也发生过汤刚刚提餐的事件，互警方以性骚扰防治法侦办。随上经过工会调查，有36.4%的外送员拄过性骚扰，搁较有22.7%拄到无穿衫、不当言语、偷袭，还是吸到肢体。在一般的社会道德或我们现在的习俗上面，你用一个全裸的方式要去跟别人接触，一定会让对方觉得不舒服，所以就会涉及到性骚扰防治。如果这个人他走出家门来取餐，那就会涉及到公然猥亵的问题。律师进一步的提醒，若是涉及吸到肢体的性骚扰，已经涉及意图性骚扰，会当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是并扣10万以下罚金。也毋过目前2大外送平台拢也是有现金交易方式，无法度杜绝消费者甲外送员见面。开个小门，如果对方没看到，那就算了。对，可是我觉得如果基于礼貌，还是要套个外套，加个上衣。当面拿我会觉得比较方便一点，我觉得还是套一件衣服会比较好一点。对，礼貌。外送工会呼吁外送平台应该推行人客实名制，杜绝不明人士代订餐，搁落实黑名单制度，保护外送员的人身安全。对此，外送平台回应社群指引，明确禁止任何形式的性骚扰甲不当行为。外送合作盘若拄到这类的行为，会当及时通报客服，未来平台将袂搁派外送服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